代理一间洗车厂，伫26号的半暝发生着枪击案，这警方无到1天就破案。当天就抓到涉嫌开枪的凶手，为伊的身躯顶敲出着改造的手枪。讲这个嫌犯甲被害人拢是洗车厂的股东，双方来起冲突，这个嫌犯就举枪甲对方弹3枪，其中1枪弹着大腿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这个嫌犯犯案了后，随着开车驶落屏东，尾也阁坐倒来台中去庙里拜拜，去互埋伏的警方当场来逮捕。离伊开枪逃走的时间无到1天。来，就今天嘛，哈。又开枪了。犯下台中代理洗车场枪击案，死去的查甫人杀人了后，原本驶车路南走去屏东，后来驶登去台中雾峰市将军庙拜拜。伫边等经过警方直接甲抓起来，嫌犯完全未负欢迎。好，你可以选任辩护人，3你可以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，这样权利有没有清楚？清楚。昨半暝，台中代理一间洗车场传出枪声，一位查甫人着枪送病院。经调查，嫌犯死去的查甫人和被害人魏先生是洗车厂的股东。当时双方敢若为着找充电线发生冲突，嫌犯举枪向魏先生开3枪，其中1枪拍着魏先生倒边的大腿，加在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。研判犯嫌逃往南部屏东避风头，专案小组持核发的机票将犯嫌查缉到案。警方伫嫌犯身上发现1支改造手枪，侦讯了后，伊涉嫌未遂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送办。另外，24号暗时发生伫台中潭子路味大头家死亡的枪击案，涉嫌重大杀人的嫌犯逃去山区，目前还未抓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